女性冷知識嚟月經嘅4種表現，有呢4種表現咧，講明咧你嘅子宮咧係比較健康嘅。第一個咧就係月經啲顏色好正常，正常嘅月經一般都係偏暗紅顏色嘅。如果出現一啲淡紅色咧，好可能就有血虛嘅情形。如果出現嘅係黑褐色嘅咧，甚至咧黑掹掹嘅，咁呢啲咧就可能係宮寒或者係有淤血導致嘅。第二就係基本冇痛經，即係嚟月經嗰陣時咧只有輕微嘅唔舒服，咁呢啲咧就係正常嘅。但係如果咧每次都痛到要食止痛藥咧，咁就要小心係唔係有宮寒或者係有啲腺肌症呢啲情形啦。咁第三咧就係月經量正常，正常嘅月經量咧一般咧都係20到80毫升，大概咧持續係3到7天左右就會乾淨。如果你嘅月經量咧突然間減少嚟咧，或者月經嘅週期縮短咗，咁就要注意咧係唔係有卵巢早衰或者係有多囊嘅情形。咁第四咧，月經週期係比較規律嘅，女性正常嘅月經週期啊，一般咧係28到35天左右。咁提早幾日咧或者推遲幾日咧都係可以嘅，但係如果咧超過7日都冇嚟月經咧，就要重視啦，要及時咁去醫院檢查下。大家記低未呢？